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甲顶礼拜五相同，今日我要来介绍两个台湾作家甲台湾文学馆配音翕的纪录片，林宗元老师甲谢丽华老师。若要讲战后是谁上早开始写台语文学作品，即马大家拢同意林宗元老师是第一个用台语思考、用台语写作的人。林老师是1935年出世伫台南，伊细汉的时阵受过日本教育，也嘛捌去日本先生的厝内教因的囡仔讲台语。伊自细汉就足爱讲故事，嘛足够讲。伊会讲聊天顶的故事，互伊的同学听，叫听了的才会同学去替伊摒扫。中学的时，伊去读台南二中，迄当阵国民政府已经来到台湾，变做伊就开始学华语。伊伫学校足爱运动，毋过高三的时阵破病休困几若个月，就伫迄个时阵，伊伫厝读足侪册，也嘛开始写诗，特别是决定要用台语来写诗。伊后来家己有讲，若袂当讲家己的母语，对一个细汉囡仔来讲是足残忍的代志。伊家己伫日本时代袂当讲台语，换国民党政府了，就是出头天啊！无想到讲甲日本时代相共，袂当讲台语，换做着爱学北京话。伊其实细汉的时阵都有读过苏俄啊，真细汉就看有汉字，为着要写台语。伊嘛去因兜隔壁的教会学白话字。伊嘛讲，伊开始写诗就发现，用家己的母语来写，才有法度表现真实的世界。用伊家己常识的母语，才有法度有10分的表达。若是要建立台湾主体性，就爱用母语来书写。伊40出头岁就摕到5毒瘤奖。后来1991年。甲30外的有志台文老师成立台湾战后的第一个吹煞母语的文学性社团，叫做汉字诗社。煞落来，大家先来听伊念的真出名的一首诗。讲一句发一箍，台湾话正俗。阮老爸逐日互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摆交牌，台湾话袂教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棒。台湾话袂台人，阮徛乌帮，毋知犯啥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自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简单话，为何要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乌棒。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高牌。先生，你讲英文，为啥无发一箍？先生，摕去德仔机，拍破我的心。
我发现林宗元老师伊逐摆念伊家己的诗，拢是会流目屎。伊的诗是文字，是话语，有上顶，嘛有节奏，特别是伊下真侪感情。大家若是看影片，就会知影我讲的意思。这首诗足出名的，伊若无念过上百遍，至少嘛已经几若十摆，已经经过遮尔侪冬，念遮尔侪摆，伊念的时阵也是会流目屎。这首诗用足简单的语言表达出真大的不满甲悲伤，除了控诉实民政府的语言政策，这首诗表达出台湾人一直无法度讲家己母语的心情。林宗元老师的足侪诗拢是咧写台湾，毋过毋若是咧表达伊的不满，也是抗议尔尔。伊的诗嘛表达伊对台湾的疼痛，像摇孙啊，这首诗内底写一个阿嬷咧摇孙啊，伊是甲也未大汉的台湾当做一个乖孙、一个戆孙来摇。伊写落水溪。伊讲落水溪是一条真神秘的溪，一边流的是落的乌的，另外一边流的是清的水，毋过拢会斗阵一。伊讲若是各族群会当像安尼好好斗阵，毋是诚好。伊伫落水溪写的是对台湾土地的爱甲愿望，毋过除了疼痛甲愿望，伊嘛批评台湾。人讲你是一条汉字。是咧讲台湾人足认命的，坵伫涂骹，无爱出来见日头。水在人是要争是要钱，拢袂反抗，敢若会怨叹。内底写的是伊对台湾人的期待甲反省批评。较拄仔讲的即几首，拢是林宗元老师足出名的诗，嘛互人摕来谱曲变做歌，甚至嘛有人用伊的诗来编舞。毋知安尼，敢会互原本无熟悉林宗元老师的听友有兴趣去看台湾文学馆的影片无？接下来我来讲谢理发。谢理发老师是一个艺术家，原底学雕塑，伊嘛学过版画，后来是画油画。毋过我要来介绍的是作家谢理发，伊安怎开始写文章发表？到后来，伊会写小说，这些小说佮变做电影、电视剧。谢理发原本是姓李，伊出世无偌久，就互住伫边仔的亲情抱去饲，改名号做谢孝文。皇民化的时代，因全家伙仔拢改名姓南，伫战后佮改转来姓谢。伊讲伊阿公是仁东大清国的人。伊的阿爸一直想要做日本人，佮想过伊就去娶一个日本某，通规家伙仔拢搬去日本。伫战后，伊是受国民教育，一直到大学出业，伊拢叫是家己是中国人。落尾啊去法国留学了，佮去美国，伊才觉醒，知影家己是台湾人。伊是1938年出世伫大稻埕。为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出业了，伊就去法国留学，后来换去美国。伊1964年出国，一直到1988年解严了，才去回来台湾。伊伫国外时间20外冬，因为伫国外的时阵参加台湾民主运动，互人连入去黑名单内底，所以真久拢袂当回来台湾。伊的艺术作品是伫国内国外拢受到真大的肯定。毋过今日我要讲的是伊的写作，伊安怎开始写文章的？这甲伊发现台湾人无家己的历史是有关系。伊伫美国的时阵是1970年代，拄啊好嘛是台湾人意识觉醒的时阵。迄时就真侪人拢发现台湾人毋知影台湾的代志，无了解台湾的历史。真侪人就开始写台湾的历史。拄啊好，伊嘛熟悉足侪美术家，就有人叫伊写台湾的美术史，来介绍台湾的画家。伊就开始写，毋过伊上早写的文章是发表伫雄狮美术，咧介绍西洋的艺术家。拄开始伊对家己的写作是无啥物信心，
毋过迄时的主编就一直甲鼓励。后来伊阁写一篇批评徐悲鸿的文章互中国时报。中国时报的主编看了嘛足欢喜，一直鼓励伊就要继续写。为迄时开始，伊才认为伊家己是有办法写作的。伊就开始研究嘛介绍台湾的本土美术。伫1978年出版《日本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这是第一本写台湾美术历史的册。这本册的出版，毋那是因为伊是艺术家，本地就熟悉足侪人，嘛因为伊是伫大稻埕大汉，伊的亲爸母甲养爸母拢住伫大稻埕。这个所在是日本时代真侪画家会出入的所在。伊写住伫因兜附近的桂雪湖，写遮的人时常会去的无里路餐厅。伊嘛有足侪资料是桂尚芬、桂雪湖的后生互伊的。伊为着要整理遮的资料，阁写真侪批去请教别人。伊家己后来无啥爱讲到这本册，是有伊的原因。这本册因为是第一本台湾美术史，内底写的是真侪过去无人熟悉的台湾画家。毋过嘛因为安尼，因为这本册有人就照伊写的，开钱去买图转来收藏。当然安尼，互一寡无人知影卖袂出去的艺术家的作品变做价值真悬，也无互伊写入去册内底的人甲作品的命运就颠倒变啊。所以后来伊家己讲，伊的本意是要甲台湾的历史写落来，无想到讲会去影响到艺术品的市场。这款结果甲伊想的无共款。毋过嘛因为安尼，伊写真侪台湾的画家、艺术家，过去的人无啥知影，即嘛变真出名。像讲陈定波、江文也，伊写的文章甲册是足侪。写诗、写评论、写袂少批评政府甲反省台湾的文章，所以伊嘛有册互人禁过。后来伊才用遮的历史上的画家、美术家遮的人物角色去写小说。伊写的紫色大稻埕、变色的年代，拢受到真侪人的肯定。伊会换去写小说原因可能真侪。毋过，伊家己甲行政院文化奖的奖金摕出来鼓励大家用台湾艺术家做主角，替遮的人写小说，是有伊的用意的。伊讲，伊会安尼做，就是伊发现大家对台湾艺术家无啥物印象，无熟悉，嘛袂记得。这就是因为无人讲因的故事。若有一个故事，遮的人甲因的作品，就会互较侪人知影。伊伫真侪摆的访问拢讲过，伊是安怎创作的。伊嘛讲了真坦白甲实在。伊讲伊甲别人做的，别人的资料甲物件拢收集做伙，斗起来就变做是伊家己的作品。因为真内底有伊的感情、伊的经验、伊的观点。这嘛表示伊对一个作品内底上看重的是创作者的价值观。伊即个想法真早就有，伫山上一棵树，伊一个真出名的展览内底，就是伊先想好，甲伊的想法甲画作寄互真侪人，叫遮个人继续创作。续落来，伊甲50个朋友画的作品，佮加上伊家己的观点、想法甲解说，变做伊家己的作品，变做一个展览。写小说嘛是安尼。伊去收集资料，请教别人，甲遮个人甲资料整理过了，佮加上伊家己的观点、伊的想法，写做伊家己的小说。伊讲到写作，甲刘静观老师讲的有一点是同款的。伊讲得爱有真的物件才会写。伊讲的真的，应该毋是讲小说袂当有虚构的故事。伊的意思应该是讲，写出来的文字应该是表达这个作者伊家己的想法甲思想。毋知影大家听友的解说，敢是甲我相共？大家会当去看影片，上尾啊，嘛请大家做伙来听伊读的这首诗。有诗人模样，没有写诗的手。
模样是天生的，自己的手是别人给的，用来勉强写诗，于是把手切断还给别人。我安慰说，诗人没有模样，没有手也一样有诗。听的人哭了，才知道原来泪水也是诗。大家若去 YouTube 也是台湾文学馆的网站，就会当看到林宗元老师甲谢里发老师的影片。台湾文学时光这个纪录片有17个台湾作家的记录，拢足珍贵的。伫这集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影片的连仔。你若是对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甲我讲，也是来面册甲大家分享。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戚好朋友，也是伫平台留话留5粒星给我。若是要赞助，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ECP 的连结。祝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